Hi，有冇時間傾兩句呢？大家好，如果提起重力，你腦入面即刻諗到啲咩畫面？一個紅蘋果喺樹上跌落嚟，砸到牛頓，定太空人喺太空站度飄嚟飄去，定係某位金頭髮識揸機械人嘅上教講嘅被重力束縛住嘅人類？無論邊款都好，始終好多人都會覺得重力就係一種無形嘅拉力。其實呢啲都只係錯覺，重力唔止冇拉住你，甚至可以話重力根本就唔係力。今日我哋就一齊傾下，由牛頓去到愛因斯坦對重力嘅理解變化係點？好多人對重力有咩誤解？近期有冇相關嘅觀測證據？牛頓重力觀呢個係我哋從小學到中學都當成常識，一般對重力嘅諗法。你會喺課堂上聽到老師話，物體由高處跌落地，就係因為地球有重力拉佢落嚟。呢個觀念深入人心。傳說話1666年，艾薩克牛頓坐喺樹林入面，見到蘋果由樹上面跌落地，仲砸親佢，所以靈感爆發，發明咗萬有引力定律。當然，現實點會咁 dramatic， 但重點係個萬有引力。佢話宇宙間每個有質量嘅物體都會互相吸引，力嘅大小就係畫面中呢條色。呢度 F 係引力， G 係萬有引力常數，大 M 同細 M 係兩個物體嘅質量， R 係佢哋之間嘅距離。簡單講就係質量越大，距離越近，吸引力越強。牛頓話重力係一種力，好似無形繩索向質量中心拉住萬物。呢個公式優雅而且預測準確，係當時物理學嘅一大發明。牛頓重力嘅成功應用多到數唔晒。首先，行星軌道。哥白尼話地球繞太陽轉，牛頓用呢個定律證實行星軌道係橢圓，近日點速度快，遠日點慢，正好符合 F 同 R 反比平方。哈雷彗星用牛頓公式計算，預測1758年回歸，證明定律準確可靠。喺戰爭中，幫英國海軍精準導航，增大其軍事實力。發射火箭離開地球，計算重力勢能 mgh 要轉化成動能，發射速度要達11.2公里每秒嘅第二宇宙速度，先至唔跌返落嚟。日常生活、橋梁設計、防災工程都用重力加速度 G 等於 9.8 米每秒平方去計算結構負荷。牛頓重力用咗200年，由工業革命、發明蒸汽機、起鐵路、建摩天樓，都可以話歸功於佢。講到呢度，我哋可以傾下第一個奇怪嘅地方，就係話重力係拉力，好似地球主動吸住我哋咁。牛頓話地球拉住蘋果，拉住月球，拉住你，等你無飛出宇宙。但佢自己都承認，我唔知呢種力係點傳遞，只係數學描述。你企喺地上面，感覺腳底有拉力向下，但同時地面亦推你向上，咁兩力互相抵消下，所謂重力係咪只係錯覺？牛頓解釋唔到，力點樣跨越真空拉住你，係靠一啲粒子定係一種力場？最後佢都係冇辦法解答到。牛頓重力雖然非常好用，但始終都係有盲點。最大嘅問題係牛頓解釋唔到光點解會彎曲，因為光無質量。雖然牛頓曾經懷疑光係有質量，根據萬有引力公式，即係計唔到力對光有作用。但喺1801年，科學家可以觀察到太陽邊緣嘅星光彎曲咗，證明質量大嘅物體對光嘅行走應該有影響。仲有水星近日點嘅變動，每世紀會多43角秒，呢個現象牛頓重力預測漏咗，亦都解釋唔到。1800年代，科學家觀察到天王星軌道出現偏差，利用牛頓重力推測另一個行星存在，所以改變咗引力計算出嚟嘅結果，最後成功揾到海王星。但呢個諗法都係搞唔掂，困擾咗幾十年嘅水星近日點問題。牛頓宇宙係絕對空間時間，透過力驅動一切，但被麥克遜實驗推翻咗，發現咗光速其實係不變，開啟之後相對論嘅大門。講完牛頓嘅萬有引力，就到第二個關鍵部分，等效原理。呢個係愛因斯坦推翻重力系力嘅第一步。想像一下，如果你被困住喺一個完全密封嘅電梯入面，完全感覺唔到外邊世界，你覺得自己被一股力量壓落地下，腳底嘅壓力增加，加速度正好就係 9.8 米每秒平方。你可能會覺得呢個力就係地球重力，但如果我話你知呢個所謂嘅電梯其實係一架太空火箭，喺太空飛緊向上，而且加速緊 9.8 米每秒平方，咁對你嚟講個感覺根本一樣，
所以你係分唔清究竟係被重力吸住，定係你被力推住咁加速緊。呢個就係愛因斯坦1907年嘅著名思想實驗等效原理。重力同加速造成嘅慣性力完全等效，喺物理上無法分辨。所以重力其實係咪唔係一種獨立嘅拉住你嘅力，純粹只係一種錯覺。等效原理嘅核心就係推翻咗牛頓重力係拉力呢種假設。牛頓話地球係主動拉實你，但愛因斯坦話你企喺電梯度嘅感覺只係因為框架，即係粒子入面嘅火箭係倒加速緊。呢兩種情況所有實驗結果都係一樣，無論你捉實個波放手跌落地同感覺到體重，其實都係冇分別。呢個原理唔止於理論。愛因斯坦話所有嘅物理實驗喺小範圍入面都無法分辨重力場同框架加速。呢句話正正奠定廣義相對論基礎。我哋可以利用等效原理了解一下，以為企喺地球表面係靜止，但其實係加速向上9.8米每秒平方。真正嘅靜止應該係自由落體，即係好似跳傘凌空嗰陣時咁，感覺唔到重力，處於失重嘅狀態。而呢種失重先正正係你自然嘅慣性軌道，即係你係慣性地跌緊去地心。因為地面擋住咗你嘅慣性，不停咁將你向上推，令你偏離咗慣性軌道。牛頓就話你因為重力拉住你，但同地面支持力互相抵消，所以你喺地面靜止不動。愛因斯坦就話其實地面不停將你向上推，所以一直向上加速緊，阻止緊你嘅慣性。可能你會諗起天空上嘅人造衛星或者國際太空站，佢哋冇地面擋住慣性，點解仲留到喺天空上面？確實冇一個向上嘅力推住太空站，但佢有一個極大嘅水平二度速度，去到宇宙第一速度約7.9公里每秒。因為地球表面係一個曲面，每當太空站下跌1米，而且高速橫移，咁地面同太空站嘅距離會增加翻1米，即係互相抵消咗。咁太空站就好似停咗喺天空上面，所以太空站同入面嘅太空人都係不停下跌緊，而且處於失重狀態。廣義相對論呢個係愛因斯坦1915年嘅革命性理論，完全重塑我哋對重力、空間同時間嘅理解。牛頓話重力係萬物互相拉實嘅力，愛因斯坦話重力根本唔存在，只係時空彎曲嘅幾何效應。如果有睇過子珊啲片，我都估你都聽過幾次講時空呢個概念。當然你亦可以睇穿越蟲洞去時空旅行重溫一下。愛因斯坦將時間加埋三維空間一齊去處理，變成時空。而時空彎曲就可以想像成時空係一塊喺空中被拉實嘅布，你放個寵物落去就會凹入去。當你放啲豬仔去呢塊布上面，豬仔就會滾向凹咗嘅維度，而放越重嘅波上去就凹得越勁。嗰個波就好似太空嘅星體，而塊布就係時空被佢扭曲咗，質量越大就扭得越勁。因此重力其實唔係力，只係物體移動時自然跟隨時空中最直嘅路，測地線 geodesics。 喺平面上，測地線就係兩個點嘅最短一直線，喺彎曲表面上，最短嘅線就會係一條曲線。譬如由香港搭飛機去倫敦，如果你有留意飛機熒幕顯示嘅飛行路線，你會見到會先向北面飛，再轉向西面飛，好似繞路咁。但其實如果變翻立體咁睇，其實飛機其實已經盡量用短嘅路程直接飛過去，純粹投影翻去平面就見到繞路咁。用翻同一個概念去時空，行星繞住太陽運行，其實唔係有力拉佢埋去，而係質量大嘅太陽彎曲咗時空，而行星就跟住呢個彎曲咗嘅路徑行咁。呢個時空上嘅距離並非齋係一個諗法，其實係有數得計。時空間隔或者叫洛倫茲距離嘅數式喺子珊嘅點樣停止時間有講過，可以睇翻參考。而個重點係呢個距離最短就係光速，因為會計到時空間隔係0，因此其實光行嘅路徑就係時空上最短最直接。我哋可以反轉咁諗，如果時空被彎曲，應該都會見到光嘅路徑好似彎曲咗一樣。根據成個理論同運算，科學就利用實際觀察去證明呢個理論啱唔啱。1919年日食實驗，Eddington 帶隊喺西非觀察太陽邊緣嘅星光，發現彎曲咗1.75角秒，符合理論預測。而且觀察水星近日點變動嘅43角秒，亦可以用呢個理論解釋到。喺之前幾節
除咗講咗3個常見有關重力嘅誤解，即係重力其實唔係拉力，自然慣性其實並不是靜止，同埋我哋其實係被地面向上推之外，我哋仲可以講多幾個。好多人覺得太空無重力，但其實宇宙中嘅物體不停受各樣有質量嘅星體彎曲時空所影響。以國際太空站為例，距離地面約400公里，應該有約90%嘅地面重力。大家見到嘅太空人喺太空站漂浮，因為只係佢喺太空站呢個框架下處於失重狀態，而唔係無受彎曲時空影響。有啲教科書畫到重力好似電磁場咁，係一個力場，會用箭嘴由外指向地心咁。如果根據時空彎曲嘅諗法，應該係要畫成表達時空曲率，並唔係畫個方向，即係要表達個時空有幾斜。如果喺平面，我覺得應該似地圖上嘅等高線，睇到有幾粒。仲有一個成日聽到嘅係黑洞吸住啲光，令佢走唔到。黑洞因為質量極大，彎曲時空到好似凹咗個深淵咁。光如果跟住呢個彎得咁誇張嘅時空走，就會好似無盡咁圍住個黑洞飛，不停兜圈咁。呢個彎曲到光會兜圈，翻唔到出嚟嘅時空，就係事件視界。而一啲經過事件視界附近嘅光，我哋就應該會睇佢行得極彎曲，好似一個環咁，就如電影 Interstellar 所展現出嚟咁嘅樣。講完咁多理論，我哋再傾下一啲實際發生嘅近期觀測。首先，重力波探測呢個係廣義相對論嘅其中一個重點。愛因斯坦喺1916年預測，加速質量好似兩個黑洞合併，會發出時空漣漪，好似波浪咁令時空伸縮。100年後，2015年9月14日，LIGO 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喺美國路易斯安那同華盛頓兩個地方，同時偵測到第一對重力波 GW150914，兩個太陽質量30倍嘅黑洞於 1.3 秒內合體，釋出3個太陽質量嘅能量，變成時空波，空間伸縮咗1000萬億分之一。呢個發現證明時空好似布咁有彈性，可以彎曲、伸縮、擴散。至今 LIGO 同 Virgo 室裡座干涉儀探測咗超過90個重力波事件，包括中子星合併 GW170817，解釋宇宙金元素來源。2023年，印度批准 LIGO 喺當地興建設施，做三角測距離提升精準度。重力波天文學開啟，可以探索宇宙同暴漲起源等等。而201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亦都頒咗俾 LIGO 嘅物理學家。喺2019年，事件視界望遠鏡 EHT 利用全球8座射電望遠鏡，成功拍攝到室裡座 M87 星系中心嘅超大質量黑洞，發佈咗人類歷史上首張黑洞影像。呢個黑洞距離地球5500萬光年，質量約為太陽嘅65億倍，暗圈直徑40微角秒，完全符合事件視界嘅 Schwarzschild 半徑計算。於2022年，亦利用近似技術發佈咗銀河系中心黑洞人馬座 A Star 嘅首張影像。呢啲成功嘅觀測，驗證咗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時空彎曲嘅諗法。喺16世紀，哥白尼提出日心說顛覆咗地心說，將宇宙中心從地球轉向太陽嘅革命性觀點。哲學界將呢種徹底改變思考角度，從根本上顛覆傳統認知嘅改變，叫做哥白尼式轉向 Copernican Revolution。而愛因斯坦嘅廣義相對論引入時空彎曲概念，正正就係重力物理學入面嘅哥白尼式轉向。日常生活入面好多嘢都未必要講到宇宙級，但可能喺你人生中嘅一啲事、一啲人，令你感受呢種轉向。你可以好似科學家咁去懷疑、去觀察、去驗證，再慢慢接受，甚至最後再諗到另一個轉向去挑戰。今日就講住咁多先。喜歡呢段片嘅朋友，記得訂閱、讚好、分享同埋留言。我哋係子珊，下次再傾，拜拜。